透气声来关心天气，今年上强的寒流已经到位啊！中部以北甲东部地区愈晚会愈寒。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，也上悬时间就伫咧礼拜到拜一透早，时到台南以北会春无90度，也若北部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是有机会落雪。台北市府表示讲会阁看情形来实施交通管制。 天顶侪份乌阴，不时有雨，大台北气温为日下起到一路降。入暝了后，低温会降到10度，北部、东北部甲东部首先真紧降温。礼拜日日下起各地气温拢是非常的寒冷。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，提醒这一波寒流是今年以来上强的，影响时间也会较久。 明天晚上到周一清晨，相对而言是这波寒流温度最低的时候。到时候在台南以北、东半部地区的低温可能只有8到10度，局部地区温度可能在低一些，6到7到8度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 基隆北海岸到大台北，自拜六早起已经有局部较大的雨势。拜六下半日一直到礼拜日，拢会是水汽偏济天气形态。到后礼拜三，也会有方面破碎冷空气通过。这方面也有雨到时阵，冷空气强度是伫东北季风甲冷气团之间。大气下降指出，礼拜日起随寒流温度甲水汽搭配好势。台北市大屯山顶有机会落雪，至少也有秋瓜是米雪，草草局部地区也会有雨插到米雪的可能。 几率大概是20-30% 吧，下雪的话，那结雾凇的几率大概很高，山上应该还是会有白色的固态降水可以看。草山回归自测5已经开始，礼拜六原本就有交通管制，北市交通局因应用路人可能上山足雪，局长带头会机动配合落雪状况，实施春秋管制一旦启动，李主编往左航站方向，包括说明车辆会往坑离。先游了后，伊道路是这种放开放管制路段通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